終身成就獎唔係金像獎一個常規嘅獎項，因為每一個得獎人必須要金像獎嘅屬會全票嘅通過。每一個得獎人必須要金像獎嘅屬會全票嘅通過。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方艷芬小姐。我嘅觀眾支持我先喺呢度多謝佢哋先。終身成就獎得主就係白雪仙。今晚呢個獎一半係屬於我嘅，一半係我同人攞嘅。能夠同師姐分享嘅，除咗飲姐之外，仲有邊一個呢？孔雀燈開五鳳樓，輕袍亂舞錦標頭，敏捷當如曹子劍，瀟灑當如秦逍遙。